超度法會之慈悲救贖與懺悔功德。三界輪迴，生死流轉，眾生因累世業力牽引，於生死海中浮沉不休。人世之後，非為煙消雲散，而是步入中陰之境。這是一段被無明黑暗籠罩的苦難旅程，是亡靈在善惡業果未定前，承受無盡煎熬的過渡時空。密宗經典明示，中陰身如風中殘燭，無依無靠，常為恐懼、飢餓、寒熱所逼，其痛苦遠超生者想象。恰如地藏菩薩本願經所喻，千愁萬苦，念念之間希望骨肉眷屬為之造福救拔。而這份救拔之力，既源於密宗超度法會的殊勝加持，更離不開在生父母的至誠、懺悔與慈悲體諒。中陰界的苦難是生者難以想象的煎熬。亡靈脫離肉身之後，中陰身具足神通，能知曉遠方親友之事，卻無法與世間溝通，只能在業力顯現的環境中掙扎。他們或被往昔惡業所感，見刀山火海、豺狼虎豹，日夜受切割焚燒之苦；或因善業微薄，漂泊無依，飢不得食，渴不得飲，在無盡黑暗中孤苦彷徨。密宗傳承中，中陰身的痛苦如處無間地獄，每一念皆被業力牽引。若無人為其超度，便可能墜入三惡道，輾轉輪迴，萬劫不復。這般淒苦，非言語所能盡述，唯有以慈悲之心深入體察，方能知曉亡靈對救贖的迫切渴求。父母與子女本是宿世因緣深結的至親，子女的生命源於父母，而父母的言行舉止、善惡心念，亦會潛移默化影響子女的業力軌跡。亡靈在中陰界受苦之時，最牽掛的仍是在世父母，而父母的一念誠心，便是照亮亡靈苦海的第一道光。許多父母在子女離世後，或沈浸於悲痛無法自拔，或因往昔對子女的疏忽苛責而心懷愧疚，卻不知這份愧疚若不轉化為懺悔之力，便會成為彼此的業障牽引。密宗認為，父母以清淨心念為亡靈懺悔，承認過往的不足，體諒亡靈此刻的苦難，這份真誠的懺悔能化解親子間的業力隔閡，為亡靈消除罪障。正如永樂皇帝為報父母之恩，邀請五世哈納麻上師於靈谷寺啟建密咒大壇城，以懺悔之心行超度之事，終得祥瑞顯現，父母亡靈得生善趣。這正是心誠則靈的真實印證。父母的懺悔不僅是對亡靈的救贖，更是自身的修行。地藏經有云：一切聖事7分之中而亡者乃獲一，6分功德生者自力。當父母放下執念，以恭敬之心誦經持咒，為亡靈廣行善事，不僅能幫助亡靈積累善業，遠離惡趣，更能讓自身獲得福報加持，化解生活中的煩惱與障礙。這份懺悔不是自我譴責的痛苦，而是以慈悲之心接納過往，淨化心靈的過程，體諒亡靈在中陰界的孤苦，便是放下自身的執念，祈求亡靈得到解脫，便是培養自身的菩提心。如此，父母與亡靈在因果之中相互成就，共赴善道。法會中，上師以清淨戒行、心口修為，將諸佛菩薩的慈悲願力與信眾的善念功德融為一體，化作滋養亡靈的甘露法語，助其破除無明，認清往生淨土的光明之路，脫離中陰苦難，得生人天善道。超度法會的功德在於冥陽兩利，悲智雙運。對亡靈而言，法會的加持能令其業障減輕，善根增長，於中陰環境中得遇善緣，順利轉世或往生淨土。對在世父母而言，參與法會誠心懺悔的過程是洗滌心靈、積累福報的修行，能獲得內心的安寧與慰藉，更能與亡靈結下善緣，彼此護佑。密宗強調，自利利他超度法會，正是這種慈悲精神的體現，以生者之誠心，借密法之加持，救亡靈於苦海，令生者得安寧。這便是佛法度化眾生的圓滿智慧。所有眾生皆有佛性，亡靈亦不例外。中陰界的苦難雖深，卻並非不可逆轉。親子間的業緣雖重，卻能以懺悔化解。
作為再生父母，當以慈悲之心體察亡靈的淒苦，以至誠之意行懺悔之事，更應借助密宗超度法會的殊勝功德，為亡靈鋪就一條離苦得樂之路。這不僅是對亡靈的責任，更是對自身宿世因緣的圓滿，是修行路上的重要功課。願所有在世父母皆能放下執念，誠心懺悔；願所有中陰亡靈皆能得遇超度，脫離苦難。願密宗超度法會的慈悲之光，照亮三界六道，令命揚兩利，眾生皆得究竟解脫。